刚说这个时间咱话题要强调，所以当然他那个讲起讲，要怎扣啊良机要怎适合良机，这是天天，所以讲的应该来听有真正这个事宜不过因为工作前拢是做的，实际上就是讲，什么叫做免现良机，免还钱，良机免还钱，良民免嗰啲这个开发，迄个良机的还钱，我是解释嚟讲，咱这个收办的这个过程内底当中，咱一路来。咱会一直坚持咱在收办的这种理念，这就是因为咱无去我就甲你砍掉咧，这叫做良机时刻刻还钱。你要这个良民的这个听法，本来因为良机，本来就伫良民过来去开发的，你本身办，你就无保留，迄无保留叫做良民的开发，各位一年。咱不知道敢收无？咱过去也未收到你钱，也未收到你钱，收到这万顺，这买者你连鼓励这物件收到较万多。而咱真正面对迄个良知一扣了后，咱食菜是毋是讲咱家己足欢喜食呢？若真正无欢喜食，无啥甘愿食来卖啦，真正无了解个鼓励起来迄落啦，食到尾啦拢总会出问题啦，愈食愈倒嘴。迄个良民无天分啦，对无？但是咱过去今年40年、50年一路来，这个怎欢喜？甚至为了当中呢，去个破产，听什么叫我点不要设定规定，偷偷设定规定，迄种当时良民